来俄罗主来出声来感谢，咱做同心来祈祷，陪伴咱的心。主，阮要为着你所创造的世界来俄罗主，因阮看见日月星辰、四季的运转，拢有主你的业力安排。阮活伫这个世间，阮的生命超找着意义。阮伫新的一年春天伫要来临的时，阮的心也主来拍开，好亲像开花结籽共款。阮的生命灵性也会当结出更较水的开花结籽来荣光主你的名。阮用着俄乐进入你的殿院，用着感谢来入你的门，互阮的俄乐祈祷敬拜充满伫这个世界，充满伫阮的会堂，也充满伫阮的社区。愿主你的恩典到阮三甲之地。阮搁来吟第三站吼，咱搁唱一届吼。第三站吼，这有一个字较歹读的，叫做歹代吼，毋是歹事，嘛毋是恶事吼，是无好的代志。亲像乌克兰的战事，虽然歹代暂时进行，但是有一天公义的确会得胜。所以咱来大声求上帝国甲伊的义。咱用第三节做伙开声来吟。我心何乐上帝，天下本对之家，虽望歹代暂时彰显公义运当的情，先个临到地上，那准的天之佑，天下到尾合做一家，荣光归于上帝。所以咱教会兄弟姊妹基督徒出声吟诗的时阵，就会带来属天的快乐，就会拍开天顶的窗仔门，甚至就会当去饮上帝同在，上帝设立的宝座，属天的能力就透放伫咱中间。所以基督徒毋望咱毋通安尼，细声无力，咱足软弱，足无力的，咱要有快乐。吟诗嘛要有真心，所以用这个欢喜的歌、娱乐的诗歌，互教会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咱搁来吟今仔日的回应诗491首，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咱今日牧师的主题是军队耶稣，是耶稣怎样招学生，咱对主的人要领受主所赏赐咱的应允。快乐，咱做伙来吟。来，地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愁真快乐，但是快乐饮食，满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条条大欢喜，记条主帮帮你就的快乐，永远讲的主快乐。第二站。地主的人有幸福，脚也可通的快乐。地主好引领我心，嘴袂禁地开声语。为的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条条大欢喜，记条主唔通放
三十，地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雨和山高，那地耶稣的脚步，为伊主甲咱带路，为你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条大欢喜，条主唔通放你，就伫快乐永远通伫主快乐。咱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应允。阮虽然有经过黑暗的山谷，总是阮若缀住你的脚步，要得到主你的确甲阮带路。阮求主你，互阮的妇女来成做一阵幸福的妇女，成做有福气的、欢喜快乐、熬好师、听人、荣耀上帝的妇女。主啊，今日是妇女团契主日，主你的圣神充满因，运行伫阮的心内，互因的服侍合作有合一的心，互因的服侍有荣耀上帝，会当利益的正人，互阮今早起的敬拜，阮带着欢喜快乐条条的心来敬拜主。愿主你带领阮，也阮兄弟姊妹的心被办好，领受主你的圣神，领受主你的话，领受主你的平安。愿将阮无论伫实体礼拜，还是线顶礼拜，兄弟的家庭，阮拢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阮的心来调见主，阮的心灵来得到主你所赏赐阮属天的快乐、平安、福气、稳定。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吟会情诗，陪伴咱的心。363首，来。耶和华早起时，你为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念，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临你的圣殿。少念你简单的人事，我心敬敬，心敬敬。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即要开始，请兄弟备万心来敬拜，请将行动电话来关机。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由妇女团契来服侍，福音正声。
看我创造新天新地，以前的事无过纪念，也无过追想。恁着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最欢喜的，创造伊的百姓最快乐的。也这咱来吟圣诗第67首。咱犹原徛伫地，来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白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白同日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叫在圣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人内为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搁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堂、主道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为得这罪洗礼，
愿期望世人搁活来世活命。阿免。请坐。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36篇，马太第5章，伫圣经的后壁面68页，启应36篇。现着我来刻，请兄弟来印。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喙焦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义捌受困辱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正软弱恁、困辱恁、诽谤恁万项的歹，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年的报赏是大。请咱同心仰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阮思想你造男造女的过程当中，阮袂禁止要学了你。你用美善的方式创造了妇女。你大声创造天地万物，搁为着妇女生避斑迄个重判，然后你将迄个极其真水的定义，就是帮赞者来创造妇女。你互遮的美好，拢伫妇女的顶悬。主啊，阮感谢你，伫历史上你的救赎的中间，无袂记伫妇女伫你心目中的地位。主啊，阮看见伫历史的当中，你差遣侪侪的妇女，行做你手中的器皿。主啊，阮恳求你，特别伫国际纪念妇女的日子的当中，阮特别为着遮个伫弱势、受虐待、轻视、无知、侪侪遮个妇女来祈祷，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甲骨活来介入遮个妇女的生命当中，透望因对囝兄合作一个无平等的对待的中间，互因得到自由透望，祝福遮个妇女有真健康的自我价值。也正做互妇女，正做你救赎国度的计划中来正做你水的旨意。互阮的妇女，亲像以斯帖，有遮尔水的福气，会当来拯救伊的同胞，亲像底波拉一样，伫批判遮个士师战赢、害赢遮个对敌的时阵，因为伊的心甲上主你结合，
阮的妇女亲像汉娜一般样，有真优雅，有恩惠，甲上帝里结连。伊时时刻刻祈祷上主，也亲像伊丽莎白一样，伊是特别蒙恩的女子。伫年纪老迈的时阵，被办施洗的约翰伫伊的家庭来出世，亲像做耶稣传道的先锋共。我那么期待阮的妇女亲像道家。伊伫使徒的时代，常常用伊的双手，为着教会，为着社区，为着这寡妇来尽责，施行这的善事，也亲像幼年期一般样，伊甲是伊的囝儿提摩太，做牧养信徒的工课。主啊！我若仰望阮的妇女、阮的姊妹，亲像马大一般样，全然侍奉上主，甲伊的姊妹玛利亚做真好的匹配。我若仰望阮亲像迄个耶稣国活的早起，活达烈的玛利亚一般样，因为伊。甲主耶稣来结连，因为伊来看见迄个空的坟墓，伫伊的生命中来改变伊的生活，改变伊的性命。主啊，恳求你帮赞，互阮遮的妇女，无因为要帮赞啥物人。要做什么代志来委屈家己？因为阮是听主的姊妹，求你透放，互阮的妇女真实来做家己，甲主你的性命结连，来引带帮赞阮的社会、阮的教会、阮的国家，行做主你救赎的国度。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使阮平安。葫芦团契要用那一双看不见的手来带咱而乐上帝。
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1章35节到51节。台语汉语本伫第105页，105页。请兄姐显着，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约翰福音书第1章35节。过隔日，约翰甲伊2个学生缀徛，看见耶稣缀行，就讲：你看，上帝的羊羔。因2个学生听伊所讲，就对耶稣。耶稣活转身，看伊对伊，就甲伊讲：你伫找啥物？因甲伊讲：rabbi，你踮倒落？耶稣甲因讲：恁来就会看见。因就来看伊所踮的所在。迄日甲伊3角大，迄时约4点钟。听约翰的话来对耶稣的2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伊大声拄着因兄弟西门，甲伊讲：阮已经看见弥赛亚。就带伊就近耶稣，耶稣看伊讲：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做基法。第43节。过隔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甲伊讲：对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甲安德烈。彼得共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伫律法遮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耶稣。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敢会出啥物好物嘛？腓力讲：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近伊，就指伊讲：你看，真正以色列人，心无鬼缺的。拿但业甲伊讲：对倒落捌我？耶稣讲：腓力也未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拿但业应伊讲：rabbi，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应伊讲：因为我甲恁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信吗？你要看见大字。比遮个较大个，搁甲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你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降落伫人子的顶面。现在，我心。心情中对因果，一些我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主耶稣讲：恁来就会看见。
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的这位中心讲对3月1号到3月31，就是规个3月，咱伫宗教的场合，也是伫室内，若是有演讲，也是录影，咱就会当暂时把这个喙罨提起来，所以咱照着这个规定，牧师今日得到头棒，我的喙会当提起来。真感谢父女，咱的献诗。真优美的歌声，虽然人数不比圣歌队遐济，但是因练歌迄个过程是真水、真快乐的事。妇女做伙来献诗真水。今年这个旧年对罗伊姐交接予咱的秀贤姐新的会长，因嘛有一个通讲是期待，嘛是讲是一个愿望，就是望照着这个妇女的时光，除了互师主献诗。也要邀请咱年轻的妇女，因妇女咱毋通听到这里，就是讲妇女爱有偌晚年纪，才会当做妇女。只要咱愿意参加年轻的妇女，也真望。所以我嘛甲牧师娘邀请就牧师娘今日咱礼拜后就有这个迎新会，邀请牧师娘，邀请年轻的妇女做伙来参加这个聚会。牧师会甲咱分享望咱新的一年有新的这个。妇女团体气象，咱做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你伫2000年前，你有呼召学生来跟缀你，你有呼召门徒来跟缀你。我相信你也呼召最妇女来跟缀你。历代以来，通过这妇女所做真美好的见证甲工，亲像提摩太的老母。阿嬷因将这个传教者栽培，献做上帝路用，所以妇女伫主耶稣你的眼中是真可贵、真宝贝。愿主你照着今日妇女的时光，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看重妇女，阮的妇女也有真好的自我形象，甲这个自尊来得到主你的肯定甲欢喜。阮只是要来分享主你的话，愿你阮用你的话名来养饲阮，来互阮的灵命得到换新。愿咱的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1章的上落尾第1章的最后一段，就是对35节到51节。头前有讲到加西的约翰。伊是 pioneer， 就是先锋，一个白主 pioneer， 就是甲耶稣介绍出场。总是咱今日会看到这个耶稣怎样呼召门徒。虽然这个过去看起来真平淡无奇啦，但是我相信内底有真侪，我愈读咱嘛愈有意思。我先请问咱，讲到底是耶稣在找学生，还是学生在找耶稣？今日这段经文内底，耶稣招着5个学生呢。耶稣敢是去街仔路去菜市啊分这个传单补习班安尼？我大概载囡仔去学校，特别开学期一开始，无论对幼稚园就开始有补习班、安亲班伫遐分，到独行国小嘛是共款，每去逐期拢安亲班国语周刊伫分。耶稣敢是安尼在招学生？摕单来哦，来报名耶稣学校来报名，其实无所以你看是学生在找，主动在找耶稣。耶稣头2位的这个学生是对加西的约翰所接收过来的。咱看圣经第35节，约翰甲因2个学生。在徛看见耶稣在行，所以这个行说的约翰，伊的目睭真正是有这个属灵的智慧咧。咱看到一个人在行，就讲有人在行。但是伊看到耶稣在行，伊讲这是上帝羊羔在行路。咱看到一个人，伊看到一只羊所以伊慧眼识英雄把这个耶稣认出来，然后呢，讲这个学生去缀伊。一般咱拢讲我的门徒，我的学生，结果咧走去隔壁补习班，一定是
就无欢喜嘛。但是这个惊死的约翰讲无问题，你去缀耶稣，吼，因为伊才是要用圣神甲会甲恁洗礼，因就去缀耶稣。啊，这个缀耶稣的过程嘛，真有意思。吼，咱等者会讲到吼，咱先看这张图，咱先看这个图，这张图吼是讲最后的晚餐对无？但是伫历史上吼有一个圣杯传说啦，就是大家在找讲到底倒一个杯啊是耶稣把捧起来，讲这个是我的杯，这个就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去啦。如果找到迄个杯，哇！听讲啉在葡萄酒内底啉代表耶稣的血，啉落啦永远袂死，永远哇！听讲这是传说，有人就在找，有拍做电影，亲像古约，有一个电影叫做《法柜骑兵》，你有看过无？就是在找已经碰见失落失传的迄个约柜。听讲找到约柜，就会当统治全世界。然后呢，到伫新约，阁有一个传说叫做朗基努斯吼 ，Longinus 诶，即个 spare 就是即个矛啊，咱看一支，就是讲当耶稣被钉死的个，然后有一个兵丁插耶稣的血，然后呢，迄个水甲血是毋是流出来？啊，有迄个传说是讲迄个有一个伯总，就是百夫长，伊就伫遐讲，即个真正是上帝的囝，哦，应该是伊认出讲这是即个景象，吼，天摇地动，地大震动，天色乌暗，然后伊竟然无救助遐个人，佮讲愿上帝赦免因所做。我可能我过去拢体会是安尼，所以即个伯总受感动，讲即个真正是上帝囝，甲人无共款。过去的死刑犯拢是救错啊、救惨啦，还是苦毒，然后毋甘愿伫遐死，啊惊遐死。但是耶稣是天然将伊的灵魂交予上帝。啊，总是即个传说是讲，迄个伯总目睭青眉，一蕊袂无看见。结果迄个耶稣的血竟然安那喷出来的时阵，伊的目睭马上看见啊！这是传说，这当然无记伫圣经。所以人讲，若是找到这支矛吼，嘛是治百病哦。啊，然后希特勒吼，就想要摕到这个杯，摕到这个矛，伊就会当统治世界。所以这是过去伫咧找这些物件，伫咧找这些圣物。啊，咱看耶稣伊伫约翰福音第一句讲的话伫倒位，就是这句吼，讲恁伫找啥物？耶稣第一句话所讲的话，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第1章第38节。哦，这个过程真有意思。恁在找啥物？今日牧师嘛用这个问题来问咱来思考，来家己回答。你跟对耶稣在找啥物？你来参加礼拜？你在敲找啥物？因为恁看，这两个学生真有意思。因一开始听见伊的老师惊说的约翰，然后要来缀耶稣的时阵，伊是安那缀咧？伊是跟踪啦，毋是跟从主，伊是跟踪主，就是行伫后壁，啊无讲话，啊就缀伫耶稣后壁行，可能是好奇，啊感菜。佫较侪可能是怀疑，一直犹豫讲，即个敢上帝样过，即个敢是弥赛亚，要拯救世间的，要做以色列王的，敢是？但是至少因安那，因有一个行动，因采取一个行动，就是缀伫耶稣的后壁看，到引起着耶稣的注意，所以耶稣一个活过头，就甲因讲，看。就看因啦，恁在找啥物？就看因讲，恁在敲找啥物？然后因的回答更加奇怪，38节伊安那回答，伊讲：
我在找我的信用，我在找比赛啊，吼，伊毋是安尼讲，我在敲找钱，拢毋是。伊讲，拉比就是先生，你住倒位？吼，答非所问。吼，你住倒位？耶稣问讲，恁在找啥？吼，其实耶稣嘛知影，因在找一个会当滚地的老师，但是因搁较好奇，就是问讲，你住倒位？耶稣就搁甲因讲。恁来就会看见，所以耶稣是甲邀请，讲恁来就会看见，恁无来就看袂到。当然，耶稣讲恁来就会看见，其实迄拄仔是讲是一个条件的事。安怎讲呢？就是讲耶稣愿意互人真近距离来甲伊观察。哦，讲你来甲我食，你来甲我住，你甚至伊住的所在，毋是啥物大饭店。耶稣出世伫马槽，住伫拿撒勒即个庄稼，约瑟的囝。然后伊出来传道的时阵，伊可能是住伫即个帐篷，也是很简陋的所在那尔。总是不管如何，伊肯开放。伊所住的所在去互人看，万一即两个学生甲伊做伙行，做伙生活。这就我想讲，阮有时牧师去探访，也是咱会友对伫你的家庭，你毋知有开放到什么款的程度。有的人真无爱人去因兜，因为讲爱整理真晦气。等到我感觉有时看见讲即个，因为有人客要来，譬如讲牧师馆有人客要来，一定会。加减，我还无想要甲客厅囡仔物件捡较整齐，吼，这嘛是真好嘛，敢毋是？吼，捡较整齐。但是有的人无愿意去开放因兜去放，搁较要紧的原因是啥物？毋是讲迄个环境真乱、无整齐、无涂骹无清气，搁较要紧是安那？可能，吼，我咧看，可能是因为因兜的家庭有一块问题，伊无爱去，可能去。听到伊囡仔，足无礼貌，应喙应舌，顶撞，伊无爱互人知影这个事。有可能是阿母常常冤家，有可能带做伙的人根本伫这个家庭无真有上帝听。所以咱会当去思考，讲耶稣愿意开放，就是讲毋惊你来看。基督徒嘛应该安尼，敢毋是？咱来面对家己的问题，甚至家庭的问题，毋惊人来看。包括咱最近无论即个 RPG 的祈祷，还是牧师有邀请几个同工上即个人际关系的课程，我嘛是鼓励咱，因为镜头嘛，你一个人伫厝的房间，你毋免挂喙安嘛。但是有个人也是喙安挂久来，感觉不想要真面目示人。还是无伪装，还是安那？其实我感觉基督徒某种程度，毋是爱随时一个，你就完全拢没有界限，没有隐私，讲不要紧，不要紧，来阮房间，拢不要紧，毋是。但是你会当渐渐开放，就代表讲你过一个，就是无有暗藏的生活。讲我毋惊你看，我毋惊你来甲你分享我的生活。当然，有人感觉这我无隐私啊，互看了监视，特别真济，阮牧师伫分享的时阵，有个牧师的囡仔就讲，因兜就住伫牧师馆，因毋是像我住伫4楼，是1楼，所以大概有一来，牧师娘伫冤家拢有听到，囡仔无穿衫，甚至无是有时嘛有看到，感觉就无隐私，毋是这个意思，当然爱有隐私，但意思就是讲，阮过什么款的生活？耶稣就是过一个真简朴的生活，伊就是安尼，活出伊的生活，所以耶稣就是真透明，拢互人看。有一届有一个经学师就来，这个无做伊的学生啦，因为若是有，可能就记名是马太是啥物人，耶稣有呼调，因就讲好，我要来缀伊。这个是讲足想要缀。但是尾啊，都无记名，可能就无地。
缀无成，还是伊无爱，伊就安那讲，无论你去倒位，伊听了耶稣的讲论，对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伊嘛真有兴趣。伊就讲，无论倒位去，你去倒倒，我拢要缀你，我拢要缀你。啊，耶稣就甲伊劝退啦，还是讲甲伊提醒啦，讲你毋是缀我，就当吃香喝辣，掠鱼仔就掠足济，啊，阁有饼甲鱼仔食袂完，耶稣讲，河里有空，天中的飞鸟有收，独人子安那，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无枕头通困的，这敢是你想要爱的人生？所以这门徒因要缀耶稣，毋是为着，我想应该毋是为着这世上的物质的物件。你看耶稣，但是人有时会变，到无尾的时阵，这个耶稣要伫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阵，已经甲学生讲，3日了后，我要受。这个经学书，这是会苦楚，然后我会死哩。虽讲了马太福音20章18节，虽讲了，西比太囝的老母，甲伊的囝西比太的囝，甲伊的老母就是西比太的某。啊，这两个囝是啥物人？就是雅各甲约翰。所以因可能对耶稣到落尾，因嘛是有一个欲望，是想要得到一个权，得到一个势。所以老母甲囝做伙来，毋是干那老母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这个囝嘛真要想要得到，讲求一项事，耶稣佫甲你问，甲一开始问的共款。你看耶稣一开始问讲恁爱啥物？到落尾的时阵，嘛是讲问讲恁爱啥物？所以这个信主的旅程是一个旅行，是一个旅程，是一条线，毋是一个点，毋是讲我迄当时感动，我要来对耶稣迄个时阵就决定你。有可能人会变，毋茫是愈变愈好，但是嘛有可能愈变愈奇怪，到一个天。阶段，这个学生无了解耶稣救世福音，伊掠做讲耶稣要做王啊，要入耶路撒冷啊，要推翻这个罗马政府啊，所以伊甲耶稣求这个讲：来，主啊，你做王的时阵，你统治耶路撒冷，做犹太人以色列王的时阵，我两个囝，一个坐你的倒边，一个坐你的正边，好无？一个做行政院，一个做立法院院长，安尼好无？耶稣当然就甲因讲，坐我的倒边正边，这毋是我的决定的。我所啉的杯，啉敢会啉？这伫马太福音耶稣讲，因就阁有足少自信，讲阮会使啊，对耶稣3年，我应该会堪得这个这个职务吧。耶稣讲，伫外邦人有这个官员的统治，伫上帝讲毋是安尼。这两个位。上帝要想事想，天父上帝就要想事想。而且耶稣去到十字架的时阵，拄则咱看迄张图，伊的倒边甲正边是啥物人？是两个死刑犯，就是甲耶稣做伙定的。因毋知影因求迄个位，因叫是即个辉煌腾达的位。所以咱看到讲，即个耶稣邀请人来跟缀伊，咱。对这个约翰福音，咱转来看约翰福音，就会当看见讲，对35节到51节，一直出现一个动词，就是看。咱在看耶稣，耶稣也在看咱，耶稣也在问咱讲，到底恁对我对有对人毋对？恁所明白，你所跟对的主是啥物款的主？所以耶稣嘛在看学生，看学生，恁在敲找什么？这个学生，因心内我想是一定是对伫
真理对伫信仰有真深的渴望，因才愿意一直伫即个过程中，无放弃来跟对。咱来看即个约翰福音的第1章，对即个耶稣招着头前2个学生，就是安德烈，甲即个约翰，所以伊无写名，但是即个就是应该就是约翰，所以知影即个过程。然后呢，伊佫招安德烈，佫去招彼得，然后拄着腓力，拄着腓力，耶稣有主动甲腓力讲缀我，这是即5个内底，耶稣主动甲伊讲来缀我。然后呢，腓力甲安德烈拢有一个特质，就是讲因拄着耶稣了后，因就足欢喜，因也有信心。伊就讲第45节，因就讲摩西记的律法，以及这个先知所记的迄个旧约应允要来弥赛亚，我已经拄着伊啊。迄个人就是约瑟的囝，就是拿撒勒人耶稣。45节，然后呢46节，拿但业无相信，伊心内真看袂起拿撒勒这个所在，讲话就无客气，讲拿撒勒检袂出啥物好物，真好大胆对无？检袂出啥物好物，竟然甲安尼来批评啊！但是代表啥物？代表伊也真期待会当找到弥赛亚。所以伊的朋友腓力才来甲伊报嘛。伊若是对这项代志根本无兴趣，伊找到伊嘛袂来甲伊报。所以伊坐伫迄个无花果树骹的时阵，伊可能就是伫遐伫祈祷，伫遐伫默想圣经的话，伊伫遐伫期待以色列的福音会当实现，会当临到。伊心中有一个期待，然后伊讲：有人找到啊！紧讲，是倒一个人住伫什么所在？伊讲是对拿撒勒做，伊毋则真失望，讲即句话。咱是毋是会当了解讲为什么因的对话安尼这段听起来拢敢若牛头不对马嘴？所以你逐日去想，就发现讲原来拿但业伊是一个耶稣甲伊讲是真的，讲即个人心无诡计，是真的以色列人，因为因真期待上帝应允会当实现，伊是一个真正听候上帝国、望上帝国完全实现的以色列人。虽然伊对耶稣无礼貌，伊讲即句话，讲拿撒勒就是一个小所在，名不见经传，佫真侪客旅伫遐底，就是对加利利要去到南部耶路撒冷、犹太过节的这人停留的所在，就是不他不济人在大的所在，哪会当出什么历史中也无出什么好人，无出什么伟大先知，哪有可能是对家会安尼讲话？讲话较无客气，很直白啦，就条直安尼就讲出来。但是你看，腓力安那甲伊讲，腓力讲好啊，你无信就算了，我去找别人。伊讲来看，伊讲腓力甲伊讲，第46节讲来看。伊就嘛共款，门徒有一个特质，就是你要做门徒，你得有行动。你听尾啊，都无行动，伊就缀袂着耶稣。所以伊真正去看，然后看的时阵，佫较有意思。你看47节，耶稣一看见伊，先甲伊学了。耶稣如果要互伊知影讲，我无色不低，我无色不灵，我无色不在。伊会当直接甲伊讲安那讲好啊！你拄则竟然敢甲我讲拿撒勒会当出啥物好物件？伊嘛会足惊但是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甲伊表达，伊嘛会当足惊讲我的主我的王，我啥物内底讲的话你拢知影但是耶稣是甲伊肯定所以耶稣甲伊讲，你看，伊可能叫腓力看，叫彼得看，叫身边人看这个拿但业，哇！伊真正是一个以色列人，心无诡计，就是心中没有诡诈，甲伊学了呢。这个拿但业，
伊的回答是啥物？那他们讲48节讲，对打落目我。哦，那但也无直接就接受这个恶恼。伊讲，我甲你无熟无识，你哪会常常对我讲这个话？你对倒位目我？啊，耶稣甲伊回答讲啊啦，讲非力也袂叫你，你伫迄个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啊！啊，实在是看无吼，为虾米佮讲即句话？哦，好亲像咱伫路诶讲着讲啥物某物人吼，我迄工伫好事多，你还袂介绍，我就看见你啊！啊，你感觉前后对袂起来，袂对同，足奇怪。所以代表就是我拄则讲诶，即个无花果树骹有特别的意涵。人坐伫无花果树下骹，毋是伫遐伫泡茶去开讲，应该是伫遐伫读圣经、伫祈祷、伫思考。啊呀，我听迄天分享的迄个沈保罗牧师伫分享，伊解说这段就是讲吼，因为尾啊，耶稣有一个玄机啦，就是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吼，我敢若讲你，我伫无花果树骹，我有看到你，你就信吗？我要互你搁较大，我要互你看见搁较大的事，就是啥物？就是上帝天使使者伫人子的顶面安那。降落伫人子的顶面，伫旧约的时阵，哦，咱来想看卖，即个线索是啥物？旧约即句话是咧讲啥物人？有一个人也看见天梯啦，啊，然后有上帝使者上去落来，迄个人是啥物人？雅各嘛，啊，雅各上帝甲伊改名做啥物？以色列嘛，所以耶稣甲伊讲，你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啊，伊就对安尼来找到线索，讲哦，原来这个谜底可能解开了，就是讲为什么呢？就是讲，伊可能坐伫无花果树骹时，伊在想这个代志，在想讲雅各是一个诡诈的人啦，诡客的人，雅各足够甲人骗的，是毋是？骗伊老爸，骗伊兄哥，到落尾伊嘛去互骗，雅各就是掠，就是要，所以人讲着雅各是一个无好的名，是一个甲这个。欺骗连做伙呢，雅各就是这样欺骗。伊心内可能就在犹豫讲，阮的祖先阿伯拉罕真好啊，真有信心。虽然嘛有软弱，袂要做大句啊，但是这个雅各，我实在是想无伊遐尼歹，为什么上帝要互伊做大，要束缚伊啊？哦，伊心内可能这个疑问一直无解开。迄是无好的人，上帝哪会赏赐福气互伊？所以。耶稣用这个一句话甲伊回答，讲你是真的以色列人，心无鬼诮。啊，迄个牧师嘛解说讲吼，这是一个现象，就是真侪人，咱要邀请人来信耶稣，真侪还袂信耶稣的人，有可能伊无信的原因，就是亲像这个拿但业的心理，就是我比恁基督徒较好呢。我无论我的道德水准，我的知识财帛，无输恁基督徒，恁吼，所以伊有一种的骄傲，亲像这拿但业，那啥会当出啥物好的？为什么吼雅各吼，遮尔诡诈的人会当得到上帝说，伊心内有真济不平甲骄傲，吼，但是伊伫即个信仰的道路中，吼，即个沈保罗牧师伊是讲，其实吼。外口的人在看咱基督徒，有时看了袂准。可能讲咱基督徒有可能有原来有较无见证啊，做无好的，但是伊可能无看到讲，伊这个人已经有变较好啊，无原本佫较歹。哦，但是伊听道理，领受上帝话较稳定，伊渐渐有在改变啦。哦，所以外口的人，伊若是入来，伊嘛会当伫这个中间来得到上帝祝福。总是伊若是亲像。拿但业如果伊无愿意，伊就感觉伊比伊的祖先雅各更较正直，有可能就无愿意来对耶稣会选择这条路。所以咱看到这四个学生，咱其实嘛会当学到真济功课。咱还是安德烈，还是腓力，直到使徒行传，拢会当看到，伊就是一个足够传福音的人。
安德烈足够分享的人，把迄个细囝带来到耶稣的面前，伊看好人，甲即个伊要拒绝人，伊看好即个西门，然后邀请人来就近耶稣。咱会当学习安德烈甲腓力，以后咱会当佫讲因的故事，咱对耶稣这12学生有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彼得嘛是真有意思，耶稣就目睭金金甲伊看。咱来看记载伫倒位，咱来看彼得，耶稣甲伊记载伫倒位。有找到无？40节，对耶稣的这2个，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不是西门彼得，是伊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呢，安德烈就去找西门，甲伊讲：阮拄着弥赛亚，阮拄着基督啊！然后来就近耶稣，耶稣就看伊，目睭紧紧甲保罗。不是保罗，彼得甲伊上，迄个时阵伊也毋是叫做彼得，伊甲伊上，然后就甲伊讲即句话，讲你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作基法，互伊一个名呢，互伊一个新的名，互伊一个新的名。即个约翰已经出现3个啊，毋通揽做伙，一个是使徒约翰，就是耶稣的学生写这本册。一个是行洗的约翰，耶稣的先锋，派尼出这个约翰。第3约翰是彼得的老爸，嘛叫做约翰。所以约翰是一个真普遍的名。然后呢，耶稣就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无阁叫做西门，你叫做基法。基法是阿兰文，翻译做希腊文就是彼得 （Peter）。彼得。这个。嘛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讲，真有可能彼得伊过去对家己的自我无真，自我形象无真好。你是西门，你即马是西门，但是你要真做，迄个人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将来做教会调教。所以耶稣互伊一个新的意义，互伊一个新的名，互伊一个新的望期待，讲伊将来变做一个无同款的人。这个伫英文叫做ego 就是我，real ego 就是真实的我，甲一个 idea 就是理想中的我是无同的。阮拢常常真想要家己做一个真有理想，咱理想中我是一个真好的人，但是伫现实生活中，迄个你就是常常犯错，常常互人看轻、看袂起，常常甚至去互人糟蹋。你就真冲突，真济咱的生命问题，就是对这个来产生的，就迄个理想的你，甲迄个实际的你有落差，所以你对到你内在，特别咱的青年人，有可能就是这个找家己的过程中。伫迄个冲突甲矛盾的中间，有一天你找到啊，你甲你合一啊，和好啊，你就会当变做一个最有自信，至少是一个最自然的人，很真的人啊，对不？咱看真侪青年人，因活起来无成因家己无自在，因就是啥呐？因想要变做甲因的偶像同款，还是讲因较欣赏的迄种受欢迎的学生同款？学生会会长啦，一般拢是安那生了缘投，汉超好，打篮球的，功课好的，也是安那。通过这个人的投影，讲我嘛真想要爱变做安尼，敢毋是？人人拢想要受欢迎啊，人人拢想要得到老师、爸爸妈妈肯定啊，对不？但是咱有可能未到迄个时阵，咱现在安尼中远的这个坎站落差。互咱活了真无自在，地到咱讲一字就是假，怪怪，就是想要变做安尼，但是佫无成，未活出迄个真我，所以望咱对这个约翰福音的中间继续看，望这个对这个学生的，甲耶稣行新约，甲耶稣改变因的生命，咱嘛当伫这个过旅程中愈变愈好，去找到迄个真我，甲咱的信仰活了。真实出来，
所以最后牧师今日的结论就是讲，通过这个过程，咱去发现讲，信仰就是一个军队旅程，唔是一个时间点，一个 moment 讲好，我要对耶稣啊，牧师我要来报名，4月要洗礼，我报名，迄不过是咱人生时间遮尔长的一个点尔。啊，信仰呢是一个旅程，包括信心嘛是，这就是大卫包森讲的，持续相信，持续的相信，持续咱就得救，持续得到上帝的这个施恩数所以这个旅程中有可能咱原本只不过是要找一个信仰，要找一个宗教，要找一个讲心灵的寄托，想要得到福气啊！但是咱真有可能，我看见咱中间的真有信仰的兄弟姊妹，因就是愈变愈好。安那愈变愈好咧？伊就是毋若家己的祈祷得到应允，伊开始的祈祷为别人，伊足爱为别人祈祷，毋是只有看到家己的需要，伊会为家庭、为亲人、为囡仔、为朋友。厝边来祈祷，毋望因会当入目主，会当得到福气。迄个信仰的品质嘛，有可能本来咱拢求讲啊，我遮疼遐疼，是毋是会当得到病疼，得到医好啊？呢？但是到尾，伊会发现讲，我更较需要得到医治的是我的心灵啦。我的这粒心已经乌心去啊，已经变做奇奇怪怪。我看这个世界已经戴着一个有色的目镜，我的世界已经变形啊，已经扭曲啊。求主予我心灵恢复，我看世界会当看了好，我看人会当看到因的欣赏，着因的优点。你会求这个生命品质的改变，唔是只有求物质，唔是只有求肉体。我拢无病无痛，安尼就上平安，就上好啊。有足济好食的，通食通开道就好，毋是伊会转到心灵的赞助，到最后就是你的灵魂。你会望你的心灵魂会当清气，你的心肝会当清气。咱今日启应文安那读讲，因会看见上帝。清气心肝的人才会看见上帝，你才会当看到上帝所看见的，你才会当看见上帝所创造美丽的世界，你才袂看到恁兜的人拢感觉足个人。你会看到讲伊内底有上帝的美丽、善良、荣耀，你会看无共款的看。这就是耶稣讲，天国是因的。亲爱兄弟，你在敲找什么？你是不是在敲找天国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画面？望咱伫咱一届搁一届读上帝话，一届搁一届去思考耶稣甲学生的互动，怎样来改变？咱无搁只有求世间的福气。耶稣毋是讲袂用求啊，会使，但是你咧大成求，搁较要紧的就是上帝国甲上帝义。其他世上的一切，恁所需要的，食清用，上帝是知影，伊要赐恁到遐。你会看见属天的福气，永远的国度伫倒位？嘛毋是只有求家己的荣光，你开始求上帝的荣光。求上帝国的实现，望咱的一生，在耶稣的这个旅程中，会当去追求完成上帝旨意，直到上帝国完全的临在，甲实现。最后，这个圣经耶稣讲，天国就是亲像做生意的人。伊找到伊愿意卖伊一切所有的来交换，无论是这块地，还是这粒珍珠，还是你看见对耶稣的宝贝，你愿意开用你的时间为神来参与。所以教会有真侪好的团契聚会、小组的聚会、查经班、四海读经、祈祷会，对这个中间你愿意来参与，愿意行动。我相信，咱就要成做一个军队耶稣主耶，看见你
你看耶稣，你找耶稣，耶稣也在找你，耶稣也看见你心中的渴望。你心内有渴望无？啊，若是无，这就真可惜。你拍开圣经，进入宝山，结果空手而回。所以望咱每一届领受上帝话，咱学习伫这个信仰旅程中，来做一个耶稣的学生甲门徒。咱做同心来祈祷。听完的主，我很感谢你，我看见你怎样呼召学生，你也对因讲，是我竞选着恁，毋是恁竞选着我。主，我拢是有罪的人，我本来是不配，但是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互阮来得到这个福气。被主你来竞选，阮超找会当找到，而且我毋是一时的感动来超找，是阮一生要超找，持续要超找。我毋是一时感动来拍门，我是要持续来拍门。主你要甲阮开，主阮对真正对阮的人生、对阮的生命、对上帝你的话，也有真侪无明白。总是阮恳求你赏赐阮。亲像学生，迄当时因也无明白，但是因愿意继续跟地，主你就继续教导，继续赏赐，继续引带因。主你用迄个看袂见的双手，在引带因，引带阮的父女，今仔日也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行阮人生甲信仰的路程，学习学生门徒，忠心跟地。到底一生来活出上帝你对阮的呼召，愿咱的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兄弟起立，咱来唱圣诗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心地着跳大欢喜。
咱即是要来举行奉献，由徐新姐妹甲吴月桂执事来书献。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一颗充满感恩的心，进入你的圣殿，领受你的教诲。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天父，我们赞美你，求你借着你的灵来教导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儿女，有足够的信心领受你的呼召。在此，我们奉献微薄的金钱，做主圣工的使用，求主悦纳，用诚心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接着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3页。今日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读2遍。费力也未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约翰福音第1章48节，请。费力也未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
我已经看见你啦。约翰福音第1章48节。菲力也未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约翰福音第1章48节。周报第3页，后周的事项表，请有参与事项的兄弟家己来过目。请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头一项，今日是总会所定福禄寿宫设立100周年的奉献主日。礼拜中由福禄团契来侍奉，请大家关心福禄寿宫。第二项，110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申请，甲今日截止，请要申请的同学到办公室找安琪来摕报名表。第三项，总务部报告，疫情即摆较趋缓吼，所以咱决定就对后礼拜3月13开始恢复双周的爱餐，所以请兄弟后礼拜爱记哩早，家己的迄个环保餐盒来。啊，入去的时阵，请确实执行迄个双手的消毒。啊，咧拍菜中间，请拢全程戴喙掩。第4项，3月13是台南新航院的纪念主日，上医派周主用牧师来请安讲道。第5项。3月13日中到12点半，伫1楼副堂要召开第3月份的定期组织会甲人集会，请各部门的首长爱准备来参加。若袂当来参加，请向书记赖秀姑技术来请假。第6项，4月初3要举行圣礼典，兄弟若要洗礼，则请向牧师来报名。上班甲今日来截止。第7项，要订后一季的新眼光的读本，若有兴趣要订阅的人，请到办公室来登记。你若已经订过，就免搁重复这个动作吼。到3月13来截止。第8项，请各部门伫3月20之前提交后一季的行事历，来以便迄个行政干事来编印。第9项，后礼拜咱要举行3月份的庆生，名单如下，我就无过来念吼。若有错误的，则向迄个词汇指示来做更正。团契的消息，福禄团契今日礼拜后11点20要伫1楼举行迎新。社青团契伫今日礼拜后嘛是有聚会吼。过来第3项是四海特兴伫3月7点半伫1楼副堂来上课。第4项，兄弟团契对昨昏开始有举行逐礼拜6有来查考迄个圣经是马可福音，我昨昏有来参加，我感觉无共款的领受吼，所以欢迎，无一定是爱兄弟团契，你若对查经有兴趣的兄弟，也欢迎来参加。第5项，少年团契甲青少年团契。3月13游园礼拜后有聚会，再来协会是每礼拜拜2、拜4甲拜5拢有活动，所以若参加的兄弟请准时来出席。下面大多数项请牧师来带领吼。教会消息请家己来过目。再来看第7页，顶礼拜的奉献内容，然后出入则请向财务部长来反映。以上。咱来看教界消息吼，我特别补充者吼，咱今年3月、6月、9月吼，连续3届吼，有即个咱中二区10间教会联合的青少年甲社青的聚会，是向营教会因就是在推动即个美必具啦吼，美必具的即个我的学弟夫因真热心，就是讲因有一寡好的活动邀请咱的青年青少年。会当做伙来参与，所以第1届就是伫2礼拜后的即个3月19，伫向营教会10间教会的社青也是青少年拢会当参加。第2点是，阮教社部主办的即个生态灵修讲座，较早有即个插花啦，一寡的即个环保盆栽，即届是因为因教会有真好的图。
吼，因教会伫新港嘛，吼，新港即个土吼是真好，吼，听讲内底有100多种的即个有机物，所以伊会当生出迄个秋行虫、独角仙，吼，迄是足好的土才会当生，吼，啊有人去掠，一只听讲200-300块，啊底下拢免费，你若是要去，吼，就会当去掠，还是去看，吼，啊去挖一块土转来种，吼，所以3月20欢迎咱来报名，甲牧师报名，还是办公室。啊，第3点是咱传道部办伫柳园教会一个中级训练会，啊，伊无限中级哦，所以有兴趣的拢会当来参加。好，咱来看大道的消息。为文教节苏慧老师咱今日看到苏慧老师伊诚久无出席咱的礼拜咱足欢喜伊的身体有渐渐恢复即个。肝甲胃的发炎有改善，总是心脏也可能也有时会感觉无力讲话会喘咱就为伊祈祷咱看苏慧老师伫头前咱拍鼓甲伊鼓励苏慧老师大家拢关心你所以林老师燕竹姐嘛已经出院继续需要关心听讲即马伫即个日照中心求主保守中华兄伫。2月份的时候有出一个车祸，伊骨头有必损，所以需要复健，爱看中医也是复健科，求主看过甲伊医治。咱只是需要请咱做伙起来，做伙站起来，来为这个兄弟来祈祷，也为你家己来祈祷，来成做一个军队耶稣真的以色列的学生来追求上帝国的实现。咱做同心出声来祈祷。慈悲怜悯的主，阮恳求你来疼惜，伫即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特别看到乌克兰受战争、战火不断伫遐，真侪儿童、平民、老百姓失去了因的家园，不得逃难到附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是其他遮的国家波兰，求主你带领因这段受苦的旅程，也发动侪侪教会、世界展望会、红十字会、联合国或者的人道或者的机构，来帮助遮的难民会当得到一个暂时安全的避难所，主啊，恳求你来煞这场的战事，也保守梅娇姐、苏慧姐、燕珠姐、中华兄，因每一个以及阮身体有病痛的，伫你的恩典中，阮得到帮助，得到医好，就起来，搁再行，也帮助阮每一个助你的学生。做上帝囝儿，阮愿意接受主的教导，愿意被改变，愿意被调整，阮的生命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真实来跟地主过一个主你所欢喜，会当见证传福音的生活。愿主你恩典看顾，也特别看顾妇女团契伫今仔日的聚会，以及迎新。以及因的侍奉，伊伫家庭拢会当有助力满满的恩典，和妇女伫家庭中也做助力的光灯，做着水的见证，将你的恩典、福音上帝国开阔到阮四周围的人。愿的祈祷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彼此来请安，愿主的疼充满咱，也用主的诚心。来彼此祝福。好，咱唱一届就好，来。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付出的荣耀，
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请坐。咱要来吟罗马变的诗510首。天顶自在，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当心，阿罗上帝，阿罗三位一体，白行诚实。阿门。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祝你应允军队你的人有幸福。祝阮相信你无去杀阮，也无离开阮。你予阮的信心得到坚固，一生军队主无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常常甲恁众兄弟姊妹，特别甲阮的父女、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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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请电乐结束，才离席。